備。好啦，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前面快少少嘅馬見到中間威利猛男出咗嚟先，係咪攞欄呢？響佢入邊開心飲勝一路頂住佢啊！最出有金桂飄香啊！咁啊，再見到中間位置呢，咁啊仲有呢只呢，咁啊就係呢只超光月影都跟前咗喎。內欄位置呢，仲有皇仁威龍啊！咁啊粉紅衫黃眼罩，仲有齊大勝啦。再後邊起欣賞啦。尾五內欄藍眼罩勝利福星啊！尾四印度光輝，後邊三匹馬勁威小子百威將領精麥響尾啊！好啦，第一次入直路啦，咁啊見到金桂飄香放咗出嚟呢，就搶口啊！第二位嘅馬有呢隻威利猛男啊，內欄第三黃衫開心飲勝，第四位呢，就係嗰隻超光月影好前喎呢場啊！內欄第五位仲見到皇仁威龍呢，就黃衫㗎，再後邊嘅馬匹啦，外邊有喜欣賞啦，棗紅色衫啦，埋邊粉紅衫黃眼罩呢，仲有齊大勝啊！橙衫印度光輝，尾四勝利福星啊，尾三百威將領啊！尾二呢就係勁威小子，暫時包尾呢都仲係嗰隻精麥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1200啦，前面帶頭呢仲係金桂飄香啊。次序上喐動唔大㗎啦，威利猛男第2位啊。內欄第3呢仲係開心飲勝啊。再後邊嘅第4位有超光月影啊。後邊嘅話內欄第5位黃衫皇仁威龍啊。一路數落去呢，仲有呢個喜欣賞啦、齊大勝啦、印度光輝啦、勝利福星尾4啦，尾3呢就係百威將領啊。響尾一隊精麥就黃衫嘅。咁啊，內欄位置呢，仲有啲勁威小子啊！好啦，跑到去對面直路嘅中尾段啦，前面仲係金桂飄香帶頭威利猛男第2位，第3位嘅嘛，仲有內欄位置呢，仲係開心飲勝啦，黃衫嘅。出邊第4超光月影，第5位捽下佢先，咁啊有呢隻呢，皇仁威龍啊！再有多少個馬匹有喜欣賞啦，黃眼罩粉紅衫啊齊大勝啦，中間藍眼罩白帽呢，咁啊仲有勝利福星啦，外邊印度光輝啦，後邊百威將領啦，包尾一隊精麥同埋勁威小子嘅。好啦，入直路咁滯啦，金桂飄香帶住呢隻威利猛男入嚟啊，攝埋邊有呢隻開心飲勝啊，咁啊見到中間打衝鋒有超光月影啦，咁啊內欄位置呢，仲有黃眼罩齊大勝啦，響外邊追緊呢，仲有勝利福星嘅印度光輝嗰啲馬，兜到嚟最後100厘米超光月影佔先啊，外邊逐步上緊嚟有喜欣賞啊，最出仲有勝利福星啊，接近終點啦，無思意再贏一場啊，超光月影啊，第2名嘅馬有喜欣賞勝利福星啊，內欄呢，仲見到齊大勝啊。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超光月影，咁啊今場呢就跟前咗㗎。咁啊加翻個眼罩落去，其實配件上面轉動咗好多場㗎啦。響長途贏馬，喜欣賞同埋勝利福星影相爭第2啊！真係咧，大長途嘅賽事咧，要揾翻啲法國騎士啊、巫師啊，繼續手風順嚟贏馬啦。第2邊個咧？到啊，勝利福星啊，客寶鴨贏嗰偉達。第4呢？印度光輝，印度光輝喎，黎可盈都跑得唔錯啦。今日都幾多呢啲馬喎，成季都好難贏嗰啲，終於都贏翻晒喎。真係翡翠明星啊、超光月影啊、鴻運福星啊咁。唔交代啦。